dollar dollar dollar。住喺香港講，我有嘢想講，我每日都上網上自由講，網上係窮人唯一可以講嘢嘅地方。平時我講到口乾都冇人聽我講，因為香港窮人永遠幫有錢人開荒，窮人永遠係有錢人嘅金礦，有錢人咁忙住搶窮人嘅家當，佢哋咬住我唔放，直至將我榨乾。有人話仇富係嚟自純粹妒忌心，妒忌啲有錢人，因為妒忌人哋有錢揾，妒忌亦慢慢蠶食人心，妒忌亦慢慢變成仇恨。我想問，既然有錢人揾嘅錢係取之於民，有幾個會判住企業良心關心民生？我再問，田生你而家義正言辭批評政府嘅扶貧措施，咁點解當時你唔支持立法定立最低工資？又有幾間大公司對此表示過大力支持？喺商家眼中最緊要係可以縮減開支，最緊要係提高盈利數字，最緊要係公司可以集資上市。窮人嘅事不關己，話知你死你事。所以根本窮人憎嘅唔係有錢人，窮人最憎嘅係為富不仁嘅賤人。Dollar dollar dollar dollar。喺香港生活似遊戲，唔係個個啱玩，唔啱窮人玩，窮人負責俾人玩。你睇下啲地產豪宅起完一間接一間，我做到隻狗只夠供一塊地板，為一個私人空間走去死慳爛慳，食成一日三餐我慳到一日一餐，返工由朝早我踩夠兩更，踩到半夜三更，廿年後啱啱夠首期供發水樓一間，爭銀行嘅錢仲爭30年要還，啲利息多到夠我買多一間。點解香港人要有間屋都咁艱難？點解成世人都係咁俾地產玩殘？又話人人平等，又唔見你哋啲錢係人人平分。你哋所謂經濟平穩就係財富分配不均，可以控制錢嘅永遠係一小撮人。功能組別嘅功能就係財團嘅護身，配上勾結一早係舊民，剝削小市民。窮人叫天不應，叫地不聞，窮人好聽叫做基層，窮到就嚟變基民。有錢人如果你仲未明點解會俾人怨恨，我請你苦心自問，問一問你嘅良心，我上述講嘅種種惡行你有冇份？